位伫小北仔附近的南山台南广场，就是老伫过去台南回忆的当地市百货。目前地上12层、地下2层，占地5000多平商业大楼，已经完工取得使用执照。嘛因为投资额2788万，成为市府立管加速行政新za重大建设，期待对着整体区域经济、商机加就业有真大帮助。原先接手的这个企业啊，他们有来拜访过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那个如果完工后，这会把一方面是美食，一方面可以把这个台南市的许多美食汇集在他们的美食街。我们现在已经有在高铁区有3井 Outlet， 在平石园区有南纺，在现在这个东力士广场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在北区、东区以及归仁南关线这边都有一个好的购物的这个服务。那我相信可以对地方的繁荣跟民众的购物，我相信多一层选择，我们乐观其成。根据台南市经发局指出，南山台南广场相关建设完成以后，目前是细部规划设置，业者因为看好台南的投资商机甲消费能力，结合文化美食甲观光的概念，预计今年中以后将正式营运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